大家好啊，我係謙遜精靈啊。我唔認為自己有咩特別，人哋就睇到我嘅成就喎，並且稱讚我嘅謙虛。謙虛嘅人唔將自己嘅光榮同埋失敗睇成好重要嘅事，謙遜嘅人用自己嘅成績去說話，不自吹自擂，亦都唔自視高人一等。謙虛嘅品質包括咗正確嘅自我認識，對他人嘅成就同埋缺點都如實包容，並強調所有人同埋事物嘅價值。同學喺比賽之中獲勝啦，但佢係咪一啲都唔驕傲，同對手互相鼓勵呢？無論同學嘅成績係咪咁突出，佢係咪都虛心學習，盡力溫習每一個科目啊？同學嘅畫作獲得獎項並且作公開展出，佢係咪亦都能夠低調處理並繼續進行更多嘅創作呢？咁你就發現謙遜係佢最突出嘅性格強項之一啦。不妨多啲由呢啲方面讚賞下佢，鼓勵同學盡情發揮啦。